今次返香港又見返好多老朋友，當年你像妹妹結婚化妝，再到幫你哋改返個蠟筆小新味，呢10年到一路見證住你哋嘅成長同埋人生嘅經歷。呢條未整完係咪差唔多1個禮拜啊？我哋睇下個顏色先啊，上色。今次見面幫你重新調整咗眉，你成日都話我好叻，可以放棄香港咁多年打拼嘅事業，由澳洲從零開始。但其實我覺得你比我仲叻，勇敢去做翻自己中意做嘅事情。調翻少少，車精神開餐廳創業，開班整麵包，將自己用心創意嘅美食帶俾大家品嘗，感染身邊嘅人。我都好 lucky， 今次返香港可以食到你親身煮嘅嘢食，感受到你對食物嘅堅持同埋用心，順便嚟睇一睇整完眉1個星期嘅效果。人生最難得唔係成功，而係勇敢去嘗試，可以做到自己熱愛嘅事情，其實已經好叻好叻。期待下次返香港再食返你煮嘅嘢食，同埋參加你嘅麵包班。